條路也是阮安定區民最大所期待的，因為自這條變道跨過這個國道8吼，影響遊覽車要左轉或行橋，所以這條這個嘅費用就讓到阮鄉民出入甲南區就個交通會當順利安尼，無早起南區要上班，而且塞車塞到要先經個交隊啊，所以這個交通的品質哦，有做這個高速公路的跨小軌哦，感覺交通安全的真較順利安尼。確實，台灣唯一一個有紅綠燈的國道就在我們台南。這個紅綠燈其實過去如果在車不多的時候是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但是車行的速度會影響以外，還有一些交通的事故也讓我們很擔心。那現在我們看到南科蓬勃的發展，我們安定，還有這個安南，還有善化的這一線，其實現在的交通流量非常的大，所以我們就急着要趕快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幾年其實交通部會很努力來建設我們的台南的交通，因為未來我們的科技業的發展，台南就是南台灣的最重要的一個地方。所以剛剛所提到的4橫3縱，最中央的這個中間樞紐點就是國道8號。國道8號，如果我們可以讓它通暢的話，速度可以行車效率更高的話，對於我們整體4橫3縱未來整體的交通運輸的效率也會有很顯著的幫助。我們配合國道8號南133線的立體化工程，我們必須要配合133線的一個到港口相關道路的一個拓寬。道路我們會拓寬從10米拓寬到20米，然後它的長度是300公尺，然後總經費大概是7700萬。最主要是因為高速公路立體化的時候，它下交流道也要往港口方向跟往南科方向的時候，轉彎的時候要把這條道路做拓寬之後，車流才不會擁塞到相關的一個瓶頸，然後能夠順暢能夠直接轉往南134線的一個進入南科科學園區。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開闢的時候跟南133線的時候有一個交叉口，那造成交通非常大的一個混亂哈。那非常感謝中央跟地方合作中央補助地方總共花了35億的經費來把這個國道8的這個高架化哈，能夠通過那個交流道，能夠讓國道8的交通更順暢，讓南133線的交通也更順利，不要造成地方跟用路人的困擾。了是講嘅，歡迎收看12月19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台南市會第4屆第10擺臨時會經過2天的練習審查，總預算案總算完成初審，進行3讀議案、2、3讀會。其中美術館的預算8000多萬，雖然保調，不過議會嘛附帶決議，應該甲中央重新協商。台南市議會第4屆第10次的臨時會經過10暝審議，總算完成總預算的初審。19號下午恢復大會進行3讀議案的第2、3讀會，其中台南市美術館預算雖然有保調的，不過補部減少，議會嘛附帶決議，應該甲中央來重新協商。根據議會當時的2個提案，都是為了減輕市府的財政負擔，並沒有直接明確的講說我們授權或者是我們同意台南市政府可以用最大程度叫做無償撥用這個限度。當初偌正要起的時候，我這10幾億元也無吹過，倒塌，這收等於都倒了了，所以賣講啦10幾億我攏互中央收去，土地會用假，這點我拜託市長令中到錢頂個散啊！台南市美術館中央補助8億，地方配合款開了11.24億，現在要改為國家美術館。議員認為，因為地方甲中央是共黨執政，建議市長愛甲中央來溝通協調，爭取閣較濟補貼。我的專業來講，甲中央歡迎而且力爭啦。要保持無償撥用，亦或者是說他
要收權利金的這個部分，那也給他們一個時間去協商，在跟文化部在協商了之後的版本，要經過我們市議會的這個確認。謝謝，我會拿回來議會了，議會正式通過。會中雖然議會同意協商的底線，不過協商的結果，議長最後嘛採決，相辦在明年定期會進行，來報告協商的結果。台南新聞林英根、楊順懷採訪報道。台南好樣聖誕搖滾演唱會20號登場，第一場主持人找來啦啦隊女神蘭蘭甲李多惠聯手，將為活動帶來無同的青春活力。李多惠19號就出面號召大家，台南都要有好食的美食、好耍的景點，更有精彩好看的聖誕跨年演唱會。甲其中每天則會邀請大家共同來迎接新的一冬。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多惠。我這次能參加在台南張湯跨年活動，我人生中第一次當主持人，所以很緊張，但是很期待。錄影片有個將要獻出人生當中的第一屆韓國啦啦隊女神李多惠，將在台南好樣耶誕演唱會擔任主持人。Hello， 大家好，我是蘭蘭。台南好樣搖滾耶誕演唱會12月20在台南市永華市政中心西側廣場，歡迎大家來吃吃美食、逛逛街，一起度過美好的聖誕節。Merry Christmas！ 拍攝是找來好朋友樂天女孩蘭蘭，兩個人會有怎樣的活動來台南就對了。日前恩威特市長嘛親自公布卡司陣容，包括來自韓國的鄭恩地、日本人氣女團 UNUS、川西奈月以及動力火車、告五人等製作藝人。台南好樣演唱會事實上已經打出知名度，而且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品牌，所以很多國內外的藝人還有很多好朋友都非常趨之若鶩。但是很可惜了，我們一年只有一次了，但是我們還是歡迎各位好朋友啊，我們也希望一年多辦幾次，但是我們還是希望很多好朋友一起來台南。恩威特強調，演唱會的精彩程度甲創意絕對值得來參加。同時，在台南消費50塊，就當登錄台南購物節活動，歡迎大家做伙感受台南的熱情，迎接2026。台南新聞楊淑懷林根採訪報道。講到東區東勝里長黃英竹，因為本身是防災所的碩士，嘛是第一位取得防災士證照的台南市民，加上閣是台南市唯一民間緊急救援隊的隊長，當年投入防救災經驗無數。東勝里第一帶領，今年嘛正式通過內政部審查，得到一星韌性社區的標章認證，會當講是眾望所歸。東區東勝里內參照這款30-40棟的舊公寓，無電梯、無消防管理的大樓，就有8棟。加上里內閣是靠近好尾寮長站，看佇里長黃英竹眼中，老建築加上個人化，正是伊上在意。所以特別佇無每項裝飾監視器、滅火器，甚至家己開錢買自體型警報器，不斷投入防救災行動。這是測試它，我們改進有沒有改進到？黃英竹擁有防災所的碩士，嘛是頭一位取得防災士證照的台南市民。東勝里佇伊帶領之下，閣結合民間緊急救援隊的力量，已經累積18棟無數的防救災經驗。對你辦公室的牆面所打滿社區自主防災等記錄，攏是見證。另外，社區健康發展、守望相助等領域，嘛得到大大小小獎項。其中，被活動中心鐵道中間所耽誤得獎時停的這場一星韌性社區標章認證，嘛總算摕到，有講不完的感慨。在年齡化已經老化之後，這些舊公寓大樓沒有管理員，也沒有管委會，也沒有任何的消防設備。所以我在本身自己是一個專業的防救災人員之下，所以一直在推動我們東勝里社區的一些防救災的工作，尤其是在地震的方面，這麼多年之後，終於在今年能夠拿到我們內政部的一星的韌性社區的標章。
當然，協眾對了肯定，嘛是以持續帶領社區志工投入，強化在地整備，減少災害衝擊。3年後往2冊、3冊目標邁進。現在里內差不多有20幾位有拿到，我們慢慢的籌的在內政部所推的進階防災士的上面，我們在讓我們的志工里民一起來參與，來增加我們對防災士的認證跟一些防救災的一些知識。讓我們的防救災工作能夠繼續在我們里內能夠扎根。當勝利會當得到認真的肯定，除了里長的使命感，嘛要歸功志工甲里民長期的參與甲投入，更希望有更較儕社區參照實施，讓台南整體防災力向前邁進。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煙燻的口味有真濟人介意，所以在台北大安區的一間餐廳推出美國中西部的料理，當中就有真濟煙燻和麻丁代表性的餐點，希望讓消費者感受美國式的自由精神和熱情。美國密蘇里有着深厚的煙燻文化，甜辣木香與焦糖香氣交織，是當地飲食的靈魂所在。主廚團隊以正統美式手法推出香辣煙燻肋排、焦糖烤牛肉與手撕豬肉漢堡，呈現濃厚又多層次的烤肉風味。密蘇里州的氣候是屬於是四季分明的一個地區，所以在夏天的時候，它也是特別的潮濕跟炎熱。那在這種天氣下呢，我特別喜歡喝啤酒。那喝啤酒就延伸出烤肉的這些烤肉啊、醬啊、牛排這個文化。那也特別是因為密蘇里州是主要的牛肉產區，我們人口600多萬，但是牛的數量有400多萬頭。那因為這牛的數量，所以也造成我們的牛肉產業非常的發達，非常好吃。然後又便宜。那這次很榮幸呢，其實我們跟密蘇里州的辦事處合辦了這次的密蘇里美食節。那我們也受邀到了密蘇里，它現在也正是他們烤肉節的時段。那說到密蘇里州，最重要就是他們的烤肉了。他們的烤肉相較於美國其他地方，他們煙燻味特別重。然後除了這個之外呢，他們烤肉醬來講，他們也不強調甜度，強調說把那個木質的感覺做出來。所以這種餐點裡面，我們又出現了2道經典的烤肉料理，一個是他們的密蘇里州的豬肋排，一個是像他們有另外一個是烤牛胸肉，以及我們再用豬肋排延伸所做出來的他們的手撕豬肉的 pulled pork sandwich。主題菜單也展現密蘇里料理的多樣性與地區特色，以南方炸魚、蘋果沙拉與巧達濃湯麵包中帶來風味節奏轉換，還有綜合起司堅果披薩以及壓軸的古尼奶油蛋糕，以柔軟濕潤的甜味，讓整份菜單從濃郁到爽口，層層交織堆疊。因為密蘇里州呢，以他們的蘋果出名，另外他們有一個很有名的山核桃，它的山核桃非常有特色，是它帶有淡淡的酒味，它在完全沒有經過發酵的情況下面就有淡淡的酒味，它其實非常的濃郁。那加到沙拉裡面，不僅能提升口感，也讓沙拉別有一番風味。8道經典主題菜單，從選材試菜到最後風味調整，耗10多個月，以最貼近原味的方式重現密蘇里州的飲食精神，讓饕客不用出國就能感受美式料理的風味與熱情。記者李啟慧台北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弄底家，特色美食樂力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為了高雄鼓山，因為有樹木是生在電火條加保護掛之間，加上樹枝生了真密，賣串緊，電煩惱會擋掉駕駛的視線，電纜嘛是受損，所以積極向台電反映。對此台電回應，在接到通報以後，已經馬上調派工班，徹底來解決問題。台電人員包圍着電桿，一鏟一鏟鏟除的是樹幹，一旁還散落着包裹電桿的鐵質保護罩與防護泡棉。從照片可以看到，樹木是鑽進電桿與鐵殼保護罩內，在上方散開成大樹，過於茂盛的枝葉還會遮擋騎士視線。那個騎摩托車有時候
剛好要騎進來，要看這邊，有時候會比較會有一些視線上的那個阻擋，因為它這個樹長出來，第一個它影響整個行進的那個視線，還有遮到那個凹凸鏡。再來，當然它如果越長越大，對它整個電線的基座、電線桿的基座，我認為應該還是會有影響。台電人員是仔細的緊貼電桿，把樹幹一段段鋸除，再用鐵鏟完整敲斷。因為旁邊灰色塑膠保護罩內就是變電箱延伸出來的電纜，因此得格外小心。里長表示，樹木是2年前長出來，今年2次通報台電都只是砍除遮蔽的枝葉，無法真正解決問題。第一次我覺得應該就要把那個鐵殼拿掉，重根處理，但是第一次它是除掉上面而已嘛。那第二次果不其然又長出來又通報，那前2天又處理速度也很快啦，就是把上面給除掉，然後跟第一次的做法是一樣的。那只是我會覺得說，照理你如果要一次處理，應該要從根部處理完。台電表示，在近期接獲通報後，是立即調動臨時工班清除了樹冠，因為根除樹木需要較多人力，才會再次派員前來處理。整個緊鄰電桿把樹長出來，而且因為在緊鄰我們的設備，這是第一次看到基本上像這一種樹還不至於說會影響到我們整個的電力設備除非是說它長成一棵大樹不過像這種我們還是需要做預先的處理，以防它會繼續再生長。因為通常樹根如果到處竄的話，當然會影響我們地底下的設備了所以我們還是要謹慎來把它移除掉。只能說樹木長得太刁鑽，若不是台電的工程人員，也真的沒有辦法處理。記者洪俊杰、吳佩珊高雄報道。慢性自細性肺病已經連續10天，列入國人10大死亡原因之一，每一天奪走超過6000條的性命。所以台北市衛生局就特別提醒民眾，一旦出現咳嗽、痰滯、喘不過氣等症頭，得提高警覺，並強調該分上該要緊。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是呼吸道長期發炎導致呼吸困難的疾病，患者會漸感胸悶與呼吸急促。醫師指出，吸菸是造成 COPD 的首要危險因子。吸菸者罹病風險較非吸菸者高達6倍以上，初期常被誤認為感冒或是老化現象，若未及時戒菸就醫，肺功能損害將無法逆轉。我們在肺阻塞的疾病部分，其實是大家很常忽略的一個疾病。過去我們很常針對在吸菸對於一些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但其實呢，我們整體的肺阻塞的疾病，你看它的症狀上面可以有關於咳嗽、會喘跟有痰，其實跟一般的上呼吸道感染有時候很難區分。但我們在做真正的肺阻塞疾病的診斷上面，往往需要做肺功能的檢查，所以我們可以發現說，其實它是一個很容易被低估的一個疾病。那這3大症狀裡面，其中也包含10大風險。假如說你有包含有一些吸菸，或是有一些空污、粉塵，或是家族病史的時候，在40歲以上，尤其是你有吸菸的病史，這時候你要非常小心，你有沒有所謂的肺阻塞疾病的一個可能性。國泰醫院護理部主任指出，曾有重度菸癮者在嘗試戒菸失敗後，透過醫療團隊協助與戒菸貼片輔助，最終成功戒斷菸品。病患在3個月內逐步恢復體力，呼吸狀況明顯改善，重新找回健康生活。其實個案他剛開始在覺得呼吸喘，然後咳嗽的時候，他有自己嘗試着要戒菸，可是就是先減菸量到4支，一天4支的時候，他就覺得他沒有辦法再繼續減下去。可是他自己非常有那個想要戒菸的一個動機，那也遇到了一些戒菸的一個階段的症狀，焦慮不安吶，然後食慾有受到影響，所以他就到醫院來就診。那當他來醫院就診的時候，醫師很明確的告訴他說他需要戒菸，那也跟他進行了一個 SDM 醫病共享的一個模式。那他們討論方了之後，他決定想用的那個尼古丁的一個替代療法，使用戒菸貼片來協助戒菸。那剛開始的時候，他確實還是面臨到一些戒斷的症狀。那當1個月之後，我們在追蹤他的時候，他已經開始就是有成功戒菸的一個狀況，已經開始不吸菸了哈。
衛生局呼籲民眾可以利用台北市合約戒菸機構戒菸藥物治療與免費戒菸專線0800636363，及早行動，守護肺部健康。記者李希慧台北報道。為了家人的大都會客運引進33台全新電動巴士，日前正式舉行啟用典禮，由副市長邱佩玲率隊出席，甲一些貴賓市民共同見證家人的交通運輸邁向電動化的重要進程。基隆市快捷公車2088路線城際型電動巴士順利成功上路。2088城際型電動巴士舉行啟用典禮，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大都會客運董事長李博文和交通部公路局共同宣布這項好消息。非常謝謝中央跟大都會客運協助我們。2088剛才董事長說有8100個人在坐這個車子，這是很驚人的數字。每一年基隆的每一天出去外面的通勤打工的有11萬個人。這11萬個人有8000多個人可以享受到這麼好的服務，這是我們很開心的。當然，我們很希望交通部可以協助更多有更多的車子可以在基隆，讓更多的人可以有更好舒適的坐車的環境。為了響應節能減碳、提升運能，大都會公司引進了33輛城際型電動巴士。和傳統市區電動公車明顯不同的是，電動巴士總共有42個乘客座位，並且配備行李箱，每天可供8100人次搭乘，往返約有300個班次。基隆市政府它的協助什麼？我們在我們的八多子港那邊海科館那邊給我們設置停車的站位，還有劃定我們充電樁，讓我們能充電。那也好，第二點就是說，你能充電樁拉電怎麼辦？我們請我們那個林佩強林委員啊，他特別跟台電來接觸，說請他們趕快給我們送電，要不然我們車子已經打好了，你沒有電我們不能開。長期關心通勤族乘車的立委林佩祥出席啟用典禮，期盼新的電動巴士能夠提升運能，讓通勤族早一點回家。電動公車不但環保，而且最重要的是說，電動公車的故障率相對比較低。那故障率低的話，表示說它的回轉率會比較高，也就是說，可能每一部車子，假設說開個50趟會要維修一次，或者故障一次，可能就變成以後開個150趟才維修一次。那這樣子對於公路上面運行的穩定度，跟我們所有乘客的安心跟舒適度都有極大的幫助。所以我今天看到2088這樣子能夠利用電動公車，當然我也希望未來我們不只是市區公車之外，國道客運也都是電動公車。這樣一來的話，對我們未來大眾運輸工具的穩定度，對我們大眾運輸工具的順暢度會有很顯著的幫助。市政府全力配合中央2030年大客車全面電動化政策，2088線是第一條導入電動車款的國道路線，不僅可提升民眾的通勤體驗，也讓城際運輸兼具節能和減碳的效益。記者黃紹明基隆報道。為了改善路況造成車速上緊的交通事故，基隆市交通局啟動車道瘦身計劃，將針對3個社區，將部分的車道空間回收給人行使用，並且在中間施作行人庇護道，引導來往的車輛提前來減速。當然有部分路段在改造以後，民眾過路遊玩心驚驚。呼籲政府搭配科技執法，才當限制違規。馬路中央放置了2處三角錐，地面上的標線塗銷重新畫色。這是高雄交通局實施的車道瘦身計劃，將針對3個社區，把部分車道空間回收給行人使用，並在中間施作行人庇護島，引導來往車輛提前減速，以讓民眾過馬路更加安心。因為這個社區都是鄰近社區嘛，那就建議時速30公里，又特別畫這個線，開車的人覺得都會注意啊。我本身開車的，我也都奇怪怎麼畫這個。對，是就對他們行動不方便的，但是有比較好啊，比較安全啊。設定這個比較高齡化的一個那個住宅區，好，那3個社區的人口行人都非常的多，那也因為周邊都有一些比較快速的這個主要道路哈，它的車速比較快，
那所以會造成說行人在穿越路口的時候會比較有風險。這次所規劃的這個減速設施呢，目的就是要讓道路回歸到住宅區周邊比較安全的一個通行的速度。要適度的讓車跟人呢都能夠意識到這條路上的一個風險。所以這次在河堤路上就設置這個中央的這個庇護島，讓行人呢能夠安全的來做兩段的穿越。只不過像河堤路這樣的路段，車流量相當大，即使現在將車道壓縮，車速已經有稍微慢下來的情況下，民眾過馬路依舊還是膽戰心驚。有部分當地居民表示，還是希望能夠加裝紅綠燈或是行人專用號誌，才能真正保障通行安全。路口這裡，我給你建議，需要一個紅綠燈。你還是只要紅綠燈？對啊，因為我們要過，沒有紅綠燈，我們不敢過啊。所以你刚刚這個路口就是需要紅綠燈。需要啦。我反映他說這邊要做那個按鍵式的那個紅綠燈，你知道嗎？我知道了。平常是閃黃燈，行人要過馬路的時候按一下。變紅綠燈。當地里長表示，河堤路行人通行的問題已經討論多年，雖然歷經多次會勘，但依舊無法根本解決。面對這次的標線改造，他表示還是希望斑馬線的範圍能夠再加寬，而且還需要導入科技執法，才有機會進一步的限制駕駛的違規亂象。當初會勘有建議要裝紅綠燈，因為這邊也有汽車出入口，當然那是私人出入口啦，但是。交通局的說法是說，這邊的這個裝設的費用比較高，小綠眼也不能裝。數位科技的話，我想這個很多路口都裝了，這個地方應該是相關單位可以考慮來裝，因為這個效果會更明確。三民區河堤路的改造難題是高雄推動人本交通必須面對的挑戰。儘管這次的硬體工程已經陸續完成，但如何與地方持續溝通並傾聽心聲，並導入更加全面的執法與配套，才能真正解決行人長久以來的過馬路行嘎嘎的問題。謝雙君高雄報道。感謝收看在2月19日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顧文傑，咱再會。人員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權，做成行政處分，而民眾不服時，只能提起訴訟。行政訴訟調解新制，讓人民有其他選擇來解決紛爭。由外部專家擔任調解委員進行調解，讓有溫度的協商盡可能取代全有全無的判決。調解納入選項，3贏不是想象。阿媽你好，我是來跟你送消防平安的，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伫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同款，讓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助警器有分偵煙室與定溫室，分別裝置於居家的不同環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預警防線，安裝完成按鍵測試，它將成為居家的守護者。安裝助警器，無增無保庇哦。投資型詐騙，你是否曾經在社群網站上看過一些關於輕鬆賺大錢的廣告？事實上，這類型的詐騙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為賣點，吸引被害人上當，並以不真實的小額獲利，逐漸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誘被害人開始大量投資。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資之後，隨即捲款而逃，千萬別上當啊！輕鬆致富多陷阱，腳踏實地最實在。濃煙是火場內的頭號殺手，
我們用1:1打造居家的實驗屋，用2間房間來做對比的實驗，一間門是開着，一間關上門。如果已經看到濃煙，關好門，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選擇。